隨時起步，黃旗舉起。好，我哋開閘嘅時候啦，咁啊出閘都相當齊啊！前面快嘅馬，中間位置有劍斷浪大外檔線路勇區第3位啦，佳龍區藍衫嘅，響佢外邊黃衫仲有明月青天內欄呢，咁啊四季王啊，再下一層嘅馬啦，內欄粉紅衫哈哈巴巴，中間呢仲見到個馬匹呢，有呢隻達羅素啊，再後邊嘅馬起旺寶啦，咁啊黃衫嘅，響外邊美麗傳承亦都上咗少少啊，大約響呢個尾5嘅位置，赤兔寶區啊，咁啊尾4呢。就係嗰隻大紅兔，尾3起連彩星，尾2呢就係嗰隻英雄啊！暫時殿後綠色衫呢就係嗰隻巴基之星嚟㗎。開始跑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呢都仲係呢隻劍斷浪啊，外邊呢見到係明月青天嫌慢啊，上去搞陣先。第3位嘅馬呢仲有線路勇區，落後呢咁啊大約2個馬位都跟住第4位，仲有佳龍區，外邊呢美麗傳承粉紅眼罩亦都上啲，後啲嘅馬啦，見到中踏呢紅衫黃帽達羅素埋邊慳緊位四季王啊，中間起旺寶出邊大紅圖亦都上啲啦，再後多少先見到赤兔寶區啦，內欄粉紅衫就哈哈巴巴啦，出邊起連彩星，尾二呢英雄一路搏住呢嗰隻巴基之星喎，大家喺後邊先。好啦，過呢個800米嘅段處啦，前面帶頭嘅馬呢有呢隻明月青天啦，出邊就達羅素，埋邊啊劍斷浪第4位呢有線路勇區啊，第5位啦藍衫佳龍區不敢怠慢，一路壓住個2踏啊，再後邊嘅馬呢仲見到美麗傳承啦，後啲呢先見到喂黃衫紅帽嗰隻呢就係起旺寶，揈出去追嘅馬有大紅圖英雄嗰啲馬響馬林博位綠色衫巴基之星。好啦，最後300佳龍區已經突圍而出，後邊嘅馬有美麗傳承，中檔呢巴基之星殺緊上嚟，個勢都好勁啊！入邊位置仲有呢就係呢4季王兜到嚟最後100厘米，佳龍區佔先，巴基之星撻着咗追緊上嚟，今年打比邊隻啊？佳龍區贏啊！第2名巴基之星，第3名美麗傳承同埋4季王需要影相啊！咁啊，結果呢隻佳龍區都不負眾望啊，贏完香港經典1哩，再贏香港經典杯，繼而挑戰香港打比大賽2000米，一樣以一個相當輕鬆嘅姿態贏馬。巴基之星綠色衫沿住個馬林衝翻上嚟跑第2，第3名美麗傳承，第4名4季王啊！